同大家睇一個葵興站上蓋嘅屋苑——新葵興花園。新葵興花園一共分3座 A、B、C 3座，有600個單位提供，係寵物友善嘅屋苑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係480尺，開即方正實用。我左手邊係餐台，擺咗凳嘅位置都非常空間充足。右手邊客廳嘅位置放咗大型梳化組合櫃，單位都非常闊落。呢隔離就係獨立廚房，裝修都非常新淨，做咗廚櫃、煮食爐、抽油煙機，一應俱全。呢邊仲有雪櫃。單位嘅洗手間，業主用咗上等嘅物料做座廁、洗手盆，浴缸係做乾濕分離，使用時容易清潔。呢邊仲可以有位置放個洗衣機。房間係兩房設計，呢個係客房，放咗單人床，有衣櫃。窗台位置可以曬晾衣服，非常實用。呢個係主人房，放咗5尺大床。窗台位置採光亦都係非常充足，做咗到頂衣櫃，收納非常實用。呢度係主人房望出去嘅窗外景觀。如果鍾意呢個單位，歡迎聯絡